一只地方是蛮灵个，哪个？去买一只。哪个在罗大去好个？抖音。我当年在那大茶店里上过班个嘞。哎呦，高上带笼子没带着。24箱。216块。有的看你多不出呢，我带我这个是嘛，冰块、柠檬，好一只。哦，谁是旁边个喇叭海来太得嘞？哎，眼睛一伤，再帮小孩子。你在玻璃上吃个么子嘛？是让叶子看落水缸，谁是搿点好？辣海拿汤壶搭苏州老人们那个3级漏水，用完一天的辰光，还为范蠡导致水素搭火车到老麦子提供出黄金通道。后代哥个切过房子是一家间泥玻璃个饭店，位于定福县的方丈路个上台个水缸前，后出几只不甘心过去者。主要么个好处，个人不够，没兴趣。那个单没有句的呢，哦哟，泥块呀你，实在热不好，挺爽的。一个走脱一来一个，真的热毛了。哟，生意的最来子的呢，腌出来个味道，腌出来个24香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刘阿姨补了还帮忙着。他来一套哦，等着来。那是干小袋写，小店都在过生日，一个小袋写的那个，来也不记在，我帮不上忙，还开冰。夜色朦胧，茶蓉八角山跑出来着。何去何从？虽然一个手打柠檬茶的名字一样，扑朔迷离。飞3块了，飞5块了。门再倒只喇叭嘞。哎，这玩意来不及的，快点。一杯少少？棒打干奶茶。啥起一个名字？哈哈，耶，你总该有个来龙去脉快。吃着一个茶酒去打得个烂流手汗子，生意也来着。一样样子演3个钟头是天得与同意思，搞太太还一演。昨日吃到陪刘阿姨抱摊头，今朝鸭子新妇做美家。因为里头个辰光实在宝贵，所以先拿中饭端正好。锅子里向一刀鱼也不搞，收一点点盐，叶子翻身好，让它见识见识真正的发传统。板板开来，蛋里油片铺上去，好摆来。培根、黄瓜、沙拉酱、面板盖上去，5分钟，眼睛一闪，辰光短。谁是不晓得里到阿爷吃完？饭机管理马上出发。当然了，排队之前先到一个地方去喂一喂。3斤莲子，1斤鸡腿米，还有1袋话梅，1斤杨梅干。几张的？这个里面有一张小纸，我出来之前写好的。喂。哎，鸡腿米送得来着？送来着。哎，辣海门口的，你马上来拿一洋脱个。山区隔壁分州支部路，就是西安街道附中初中部平台3楼个马业。你等了安守门里向个每个建设，原谅此国发奋图强之整整3年，以难以想象的成绩，开启至平台学堂继续升上。坐最客气个地方待着，门面单位改图上开，3楼都还分来。再至1刻钟，工作人员也分上班了。搿趟大个全身劲，估计是吹风的地方。看一个高音，带一搭来一道，可以从头漂亮带脚，谁是不晓得收费呢？要喊个辰光待着，工作人员已经来着。平台3楼到1米也没得，据说位于1.5公里。